台南传出讲有民众利用劳基法的空棚来趁钱，这民众逐摆拢上班无几日，就去各店家无依法甲伊私头路自遣，要讨和解金甲自遣费，嘛大概哦拢有摕到钱。台南市劳工局就提醒讲，劳基法已经态度试用期的规定了，所以头家就爱了解相关的法规。 劳工局咨询柜台，然后劳资纠纷，定着有人来遮咨询。近来有一个查甫人，敢若用劳基法已经删除试用期的条文空棚，专门经细间店家去食头路。根据了解，伊讲家己工会经验丰富，实际上表现煞配合多家，甚至个假名去应征，就买店家无去安排伊后续的工会，这煞互对方反转来指控店家无依法甲死头路，店家真无奈。他们其实去检举的时候，就是他要的就是像之前费啊。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因为我没有录用他，为什么要之前费？然后后来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要事前，而且当跟他讲一句话，他就说我下一次再调解就不是要事前，他改成要9000。之前的部分就是，如果员工是不适用，就会跟他口头去约谈，如果约谈不 OK 的话，会之前他。那之前他的时候也会照劳基法是。 赋予那个之前费。当事店家讲，对方以这款手法，致使侪店家拢受到检举嘛封告。嘛讲，因为因对就业服务法规定无解了解，认为试用期若未下，就会当免来，无意外有违法记录。这个查甫人定定做一工，因为店家也未替伊投劳健保，嘛确实无依法完成私头路程序。真侪店家只好选择和解。劳工局嘛提醒，若要停止劳动契约，爱10工前通报，该开离职证明书，避免违法。未满5人的，我们劳工到职的时候呢，要帮我们劳工加就业保险、职灾保险及6%劳退金的提拨。那如果呢，雇主聘请劳工有超过5人以上呢，我们要去劳保局成立投保单位，帮我们的劳工做劳保上的加保及劳工退休金6%的提拨。其实，多数店家面对应征者，拢会耗较长的时间去补交资料才投保。劳工局嘛强调，这阵劳资法无试用期规定，雇主若要甲员工死头路，就算劳工做一工，嘛要照常依法投保，连薪水嘛要拢算好清楚。若要租客嘛要照比例付，免得互有心人有机会利用，影响劳资双方的权益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